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曼珍，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经历6次搬迁，凤山青年夜市今年规模扩大，人潮趋于稳定。议员建议高市府应整合资源，打造北瑞丰、南六合、东青年的3大观光格局，让青年夜市成为高雄下一个指标性观光亮点。走道外人潮滚滚，摊商前大排长龙。入夜后的青年夜市好不热闹。历经6次搬迁，凤山青年夜市近年来规模越来越大，不止每间摊商各具特色，顾客人潮也相对稳定，具备与瑞丰夜市、六合夜市并列的潜力。我觉得这边的食物啊，还有这个食物的多样性都很高，所以这是我邀请他来这边的原因。推荐这边是因为就是这边有很多的店是我很喜欢，比如说他在喝的饮料店，或是有一些就是在地的食物，我觉得都非常的多元化，而且我觉得它的价格是非常亲民的。这边东西很多可以吃，很多可以玩，很多元啊，地理还不错。因为瑞丰比较北啊，它比较南啊，所以他们2个就一南一北。瑞丰那边比较挤啦，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啦，就是来这边吃喝玩乐都不错。其实它这里青年夜市这边其实场地大，然后空间也比较宽敞一点，其实对消费者而言会逛得比较舒服一点啊。然后它这里的美食其实还蛮多的。我们这里大概有300多摊，那摊商都很有特色，而且重复性很少。那这里主要的客群都是我们凤山的在地客。我也希望未来我们整个高雄市除了凤山其他的区域，还有我们整个台湾其他的各县市的客人能够来我们这边逛，因为这里吃喝玩乐样样俱全。虽然青年夜市整体规模不逊于其他知名夜市，但由于市府关注不够，缺乏整体行销与品牌定位，让观光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因此地方邀集市府会勘，建议加强夜间明亮氛围，强化人行道整理，改善入口意向与照明安全，让凤山青年夜市成为高雄下一个重要的夜市观光亮点。协助让我们的青年夜市也能够打造成像瑞丰、像六合一样的这个国际的观光夜市所以我前一段时间我做的会勘，我们针对周边的这个人行道路需要做一个新的一个改造，晚上的灯光照明也做一个改善。希望能够在我们附近的路树上面做一个灯海，把这个夜市这个氛围把它给营造的更强烈。再加上一些外语的一些标示，还有包括市场的这个卫生，还有市场的这个其他的种种的这些的管理那我们经发局都来协助。连外的这个凯旋路目前是12米的道路，也希望这条道路能够做一个拓宽，希望能够把我们青年夜市也能够提升成这个国际观光夜市。重划完成之后，有很多就住商业区产业创新园区，还有住宅区，还有大林埔迁就的人都进来了。那这里的人口居住的人口的那个量就蛮大的，所以相对的，在凤山也没有什么大型的，就是观光夜市。如果它有成立的话，那相信它是对地方的注意是蛮大的，也对整个凤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吃美食一个地方。青年夜市的升级不仅是单一夜市改善，更象征着高雄都市发展区域均衡。地方希望市府单位会看后能赶快行动，透过交通动线与环境品质的改善，让民众逛夜市更加安心，也更舒适，打造南六合、北瑞丰、东青年3大夜市核心。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凤山发展再升级，高市府推动都市计划通盘检讨，将凤山打造成中城副都心，结合卫武营、山景购物中心与未来捷运黄线优势，凤山将成为半导体 S 廊带上最亮眼的城市核心。走在凤山街头，人潮车流往来相当频繁。凤山区为高雄人口最多的行政区，随着卫武营文化中心、捷运黄线规划、铁路地下化以及山景拉拉破购物中心等重大建设与投资陆续到位，城市发展动能持续提升。为此，都发局指出，未来都市计划将以凤山中城副都心为整体发展定位，因应南部半导体 S 廊带促进产业与就业人口成长，预留未来发展腹地，以支撑长期都市成长需求。目前就是因为整个 S 廊带的进行，所以相当多的地区透过这个产业的发展，周边也都会因应这个产业发展，
就是会陆陆续续启动未来生活圈。凤山它原本它只是一个也许我们原市周边的一个卫星城镇，但是透过卫武营啊，或是周边拉拉破，或是以后未来台铁机场的一个发展，凤山它未来不再是我们的一个卫星市镇，它会变成我们高雄市的一个凤山中城的副都心。我们希望把它发展成都心，因为轨道建设的进驻，还有相关艺文的进驻，其实它未来的艺文、商贸等等活动是相当活络的。那因为凤山它这个地区有将近2700公顷左右的一个计划区，所以它地区是相当的大。那它有相当多的议题需要来做一个处理，因此我们这次的通盘检讨，我们会透过分阶段实施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我们会把计划人口调升到14万人左右。高雄市都发局表示，目前已启动凤山区都市计划第4次通盘检讨，第1阶段正式报请内政部审议，未来将以大众运输导向开发，结合捷运局线、未来黄线以及铁路地下化车站周边地区，推动高强度开发与复合土地使用。在地里长也相当期待，希望能带动地方整体发展。以后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广阔的发展一个方向，然后政府有规划，就连带的。大概有几个廊带 S 廊带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这边的交通已经都起来了，像捷运黄线已经开始动工了，预计在几年后就已经完成，所以这势必我们这一块农地一定要尽快的下去规划，然后规划好把一些公共设施及地方的交通把它弄好，尤其是停车方面跟公共设施把它规划起来，让我们中仑地区可以而后变成一个适合我们市民居住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到这里生活机能非常的方便。都发局也强调，第2次通盘检讨将涉及更多跨部门议题，包括中仑农业区转型为智慧绿能生活圈。未来随着都市计划将逐步落实凤山中城发展愿景，让凤山不只是人口最多的行政区，更能成为串联卫武营、拉拉破与捷运黄线的城市新核心，在南部半导体 S 廊带中扮演重要的生活商贸枢纽。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轻轨运量节节攀升，市府编列64亿元采购新车厢，不料首度招标却因投标厂商不足，宣告流标。捷运局强调，由于增车需求迫切，将立即依采购法展开第2次招标公告，务求如期完成扩编，满足通勤人潮需求。高雄轻轨增购列车统包工程今年1月公告招标，预计采购14列新车，但开标后因未达3家厂商投标规定，招标没有结果。由于轻轨运量不断增长，民众对轻轨期待也更多，尤其是尖峰、离峰班距都能再缩短，提升搭乘效益，也希望增购轻轨列车第2次招标案顺利完成。很好啊，因为每次如果来高雄参加演唱会活动，或是来高雄开会的时候，如果坐捷运当然很方便，但是轻轨的时候那个班次太少，大概15分钟才有1班，你就要耗很多时间等待，所以增加班次当然是更好。有，我觉得很好，这样去看演唱会也很方便对，多增加班次高雄市捷运局说明，高雄轻轨新车采购案第2次招标已公告，预计在4月底进行开标。因为民众啦、市民朋友，大家对于我们轻轨的一个那个列车的那个提供的这个服务的又有更多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有一个轻轨的购车计划。那我们也在今年那个新年我们就已经公告那当然目前那个第1次公告因为按照采购法，我们必须要有达到3家当然有兴趣的厂商那个是不少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一个程序上面的一个完成。那目前我们现在已经那个第2次公告就从今天3月16号开始，那预计在4月底我们就可以做开标。捷运局表示，轻轨现有24列车，尖峰班距10分钟，离峰15分，计划添购14列新车，让整体车队规模达38列。在新车加入后，估算营运尖峰班距可达6分钟，离峰8分钟。如有大型活动等运输需求，也更有调度空间。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位于高雄楠梓金河接地的汇丰桥，仅限行人与机慢车通行。尽管市府早已设置分向港阻挡汽车，却仍有大批驾驶误闯。违规行为不仅造成公务回顺，更造成河岸两侧居民极大困扰。
一辆又一辆的机车不断骑过这座桥梁。位在高雄楠梓的汇丰桥是地方居民重要的交通路线，不过桥面只开放行人以及机慢车通行，除了在路口处设有标示外，还加装软质分向杆阻挡汽车，但还是时常遭误闯车辆撞毁。就是不知道的啦，外来的汽车它就很容易会闯入。基本上来讲，汽车通行这里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这个地方的道路比较宽，你到那个地方的道路就会变得比较狭窄。它其实到了那个汽车到了那个地方，它其实很容易会卡住在那个地方。对啊，那你增设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对他来讲就是不让它通行啊。位在楠梓金河街路底的汇丰桥，过去人车混杂，为了改善行人用路安全，在112年完成改建，增设行人专用道，并且在机慢车道上加设软质分向杆，阻挡汽车驾驶进入，但依旧常被不熟路况的驾驶撞毁，导致缺失。软质分向杆的问题，这个主要是避免汽车进入那个桥梁上面。那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有接获通报的话，我们会去查看。到底那个软质分向杆还有没有在那个位置上？那如果已经被撞坏了，我们会立即更新。那也呼吁驾驶人不要开车行经那个机车还有行人的专用道。我想在这个行车的标示上，应该要求交通局在号志上多做加强哈，尤其是向内要进去的时候，应该要更明显的这个禁止汽车进入的这样子的一个标示哦。提早在约100公尺或200公尺处就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标示。附近的这个建案逐渐增加，所以有很多新进的一些人口哦，那这些新进的人口也许对附近的这个地形交通状况并不是很熟悉。那看到一条很便捷的这个桥墩他们就会认为说这可能是可以行驶，没有注意到说相关标示的问题那除了就是要求有关单位加强这个宣导之外在标示上也应该要更加强。对此，高市府道工处也重申，这座桥梁从设计初期就没有考虑让汽车进入，请民众注意标示。而在地议员认为，应该在100公尺前再增设告示牌，提醒民众前方状况，才能有效避免这样的事故一再重演。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开业超过1甲子的粽子专卖店，多年来坚持食材品质与卫生，大颗扎实的粽子散发清甜古早味，不仅征服在地老饕的胃，更有不少人一买就是好几串，只为带回这份经典美味。切开的肉粽摆在盘中，随着筷子的动作，糯米微微牵丝的画面清楚可见，软糯中带着些许光泽，令人食指大动。开在前镇的肉粽专卖店，虽然没有提供内用区域，却不影响饕客们对粽子的喜爱。不仅让客人心甘情愿专程来买，还会有公司行号一次便订购上百颗粽子。我材料都是要用好的啦。我们对肉粽要求品质都要求很高，那粽叶都要高温杀菌，还要用得很干净，还有食材猪肉都是当天杀温里猪，香菇还有花生、蛋黄都是我们台湾的食材，我们都要用好的食材。我们家肉粽吃起来那个口齿留香会吃完嘴巴都会一种甘甜。传承家中手艺的古早味粽子，有着超过1甲子的历史。早年在林雅市场经营时，便在众人口耳相传下，慢慢累积出好口碑。靠着对品质卫生的把关与分量实在的好味道，让客人们一吃成主顾。多年来也见证了店家一步步走过的岁月。我们从公婆上一代传到我先生这一代，做了很久了。我们以前都是在海边路做了几十年，然后海边路因为政府需求防止拆掉，我们才搬到新生路渡船头这边来。那个我们家的肉粽吃起来不会胀气，有传承公公传下来那个配方。吃起来不会，有时候有的人吃那个糯米会那个胀气肚肚，还有我们粽叶都高温杀菌，不会会有卫生不会脏，这样对身体比较好。
走过时间的洗礼，老店依旧保有最初的味道与坚持。对许多顾客来说，不仅是简单的一颗肉粽，更是一段专属的美食记忆，延续了在地的温度与情感。记者李品荣、洪俊杰高雄报道。智慧城市盛大开幕，台北市长蒋万安协同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及各国首长共同启动台北愿景馆。现场聚焦获奖的 AI 门诊与重症整合系统。市长强调，将以 AI 驱动为核心，深化 AI 在救灾、消防及教育等各领域的应用，将台北打造成智慧城市。请启动。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与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及副市长张文德与中保董事长等人共同启动下，象征 AI 正式走入台北。这里是台北市政府愿景馆。今年北市府以 AI is in Taipei 为核心理念，规划市民服务、城市安全及市政治理3大展区。蒋万安与江启臣等人特别参观消防局去年正式启用的院前院后及重症整合资讯平台系统，还体验了联合医院的 AI 语音问诊系统。蒋万安笑说 ：“AI 跟他说他很健康。”诊断说我很健康。除了各项 AI 整合系统运用于市政服务，蒋万安表示，在产业发展方面，目前台北已经有超过600家 AI 相关企业，而且每年成长近30%，其中新创公司占比过半。另外，国际 AI 企业如 Google 以及 NVIDIA 也纷纷落脚台北。市政府将持续推动台北产业发展，希望成为全球 AI 重要枢纽。台北市我们有2颗非常重要的引擎，一颗打造台北成为 Founder-Friendly City 创业家友善城市。台北市我们总共有600多家与 AI 相关的企业，而且每一年都以近30%的速度成长，其中有50%是新创企业。台北我们不只是一个智慧城市，我们更是创业家友善城市。第2颗引擎是打造台北成为 AI-driven smart city， 也就是人工智慧驱动的智慧城市。所以不只是我们台北市，在去年我们成为全国第1个订定人工智慧作业指引的地方政府，而且我们也结合联发科、北科大共同打造繁体中文大型语言模型。第3，我们也大力的招商引资，引进全球顶尖的 AI 伙伴，包括我们去年7月和10月，分别在台北市内湖、微影、伟创成立他们的企业总部以及研发大楼。另外 ，Google 美国海外最大的 AI 基础设施研发中心也落脚士林。今年2月，我们也非常高兴，终于完成与辉达 NVIDIA 的签约。未来辉达第1个海外总部就要落脚台北，就在北士科，这对台北的意义极为重大。正在力拼台中市长初选的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也强调，台中拥有强大的精密机械与制造基础，如果能结合 AI 的运算与智慧，让大脑与身体结合，将有机会打造下一个世代的机器人产业。因为台中有强大的制造业的基础，我们有 precision machinery， 我们的制造业能力很强，所以如果能够跟 AI 的 soul 灵魂 brain 结合在一起，我们将有办法来制造一个未来我们能够广泛运用的机器人。台北市资讯局方面表示，除了愿景馆，今年台北市政府也特别与中兴保全科技集团合作联展，包括北市好停车全面进化、无人机智慧巡检系统与主动式 AI 语音辨识影像管理平台等。北市府期盼持续与产业界合作，深化 AI 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全面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打造台北智慧城市未来。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为打造健康幸福运动城市，由运动部及台南市政府共同斥资1.9亿元，新建南台湾首座射击运动馆。动土典礼由运动部李阳与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多位民意代表及体育界人士一同动土，祈求工程顺利，预计116年底完工。在古镇与舞狮团精彩演出，为台南市关庙射击乐活运动馆动土揭开序幕，包括运动部长李阳、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以及多位民意代表与体育界人士共同举行动土典礼，场面热闹。枪头，台地平安，天经地义。你枪头，这个工作顺利，电机就对。三枪头，就当兵圆满，积分从容。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大概有1.8公顷左右，那这一次总投入的经费是1.9亿，谢谢李部长支持我们1亿的经费，掌声感谢一下好不好？也谢谢委员大力的争取，所以我们希望透过1.9亿的经费来打造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射击场。所以刚刚在我们建筑师特别有说明的，未来有10米的空气枪，25米、50米的射击的场地，另外还有2个定向跟非定向的所谓的户外的靶场。希望说未来在北部有公西靶场，那在南部我们这边就有关庙的靶场，就诚如刚刚副市长所说的，那我们希望南北都有，那让我们台湾的整体的运动环境可以越来越好，也不会至于这个南北分布不均这样。我们会希望说，我们不仅可以提供选手最好的训练场馆，也希望在推动运动这一件事情，也是可以全民参与。位在关庙森林公园深坑子段781之44地号，占地大约5600坪，市府规划设置符合国际专业标准之射击场域，并结合乐活运动概念，新建南台湾首座射击运动馆，总经费大约1.9亿，中央体育部补助1亿，规划地上2层、地下1层。设置10公尺空气枪比赛区，以及25公尺与50公尺射击比赛区、多功能教室，以及定向与不定向飞靶比赛区、练习场等，预计116年底完工。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报道。新北市动保处在板桥毛宝贝教育园区推出以马为媒新春特展。透过行为解析、医疗照护与互动体验，带领民众认识马匹习性与动物福利，希望推广生命教育，传达人与动物之间彼此疗愈的理念。位于新北市板桥区的国光公园扩建工程近日正式完工。在新北市政府新工处规划设计与施工下，不仅延伸都市绿地空间，也全面提升公园服务量能，吸引不少亲子家庭与民众前往休憩使用，也成为在地热门的新亮点。国光公园位于板桥成熟社区与重划区的交界，长期是周边居民健走、运动与亲子活动的重要场域。随着近年人口成长，周边住户增加，原有公园设施逐渐不敷使用。在民意代表的争取之下，市府编列2200万的预算，新增1756平方公尺的绿地空间，强化整体的公共空间品质。板桥区长陈吉正表示，国光公园是地方重要的生活据点，这次扩建不仅回应人口成长需求，也提升整体休闲品质，让民众拥有更安全舒适的活动空间。未来公所也将持续盘点地方需求，完善板桥区的公共设施。那我们国光公园的这个扩建这边要非常感谢我们新工处大力的一个帮忙那整个扩建的总经费大概有2200多万那这个公园的这个面积增加了大概530坪左右那这个公园里面的游具其实非常的丰富多元包括这个体健设施，还有我们小朋友最喜欢玩的这些鸟巢式的秋千，以及我们还有这个溜滑梯等等兼具有探索、有摆荡、有溜滑
等多项的功能。此外还设了一个土丘可以让小朋友除了正如我们美方议员讲的不用出国去滑雪可以在这边滑草那很多休闲设施那让市民朋友，尤其最主要市府的考量是我们周边这3个里我们统计了一下人口数最近2年来增加了大概1800人左右其实人口增加所需要的活动面积也必须要跟着增加所以市府这次能够完成这个公园的一个扩建让市民朋友能够来公园享用更优质的一个休闲环境。而板桥的民意代表们也纷纷感谢公所与市府的用心，表示公园扩建不但有效疏解原有空间不足的问题，绿地与游戏空间的增加，也让社区更具活力，有助于提升民众友善宜居的环境。今天看到这个国光公园的这个扩建的启用典礼，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从某一上任以来其实都非常关心我们无论是大板桥地区的所有的这个学童儿童他们的游乐设施。那当然呢，公园对我们来讲，对生活来讲也是环境的一部分真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摩伊今天看到无论是有这个在大摆档的这个荡秋千那还有一些这个溜滑梯的这些游乐设施，其实我们大家都花了很多的心力在会勘，而且争取非常多的这个经费，要来给我们板桥地区的孩子有一个非常棒、非常好玩的空间。那这次呢，很谢谢我们的新公景观，然后公所的同仁呢，共同的来争取，然后我们多了500多坪的土地。那同时呢，这次也要耗资了大概2000多万来做这样子一些设备。然后这些设备呢，我觉得孩子刚刚在那边一直滑我看他没有停过一直在溜滑梯，实在显见非常的好玩。然后旁边呢还有长者的体健设施，所以长者跟小朋友都可以一起算是一个共融的一个园区这样子。谢谢区长全力的奔走，那谢谢新北市府愿意苦民所苦，所以呢我们多了这么多游憩的地方。刚才看到孩子们的笑容，以及看到里长的建议，我真的觉得感觉蛮窝心的。我讲新北市的孩子很多，尤其是板桥50万的人口，真的极具多一点这样的一个使用空间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区长。那诚如大家所看到我们现在脚站上这个地方，其实你有点感觉它就是有一点像弹性地垫。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基本守护孩子运动比较不会有伤害。那诚如您现在看到的，不论是这个荡秋千游戏的一个地垫，以及我们周遭我们的一些生态的一个爬走等等，我觉得都可以激发孩子的脑力。那我当然也非常的建议，希望说这样的类似的公园，我们能够多多开发，多让孩子有游憩的空间。板桥区公所表示，国光公园扩建完成后，不仅提供民众优质休闲的运动空间，也成为促进邻里交流的重要场域。未来公所将持续推动公共设施优化，期盼让城市发展与居民生活品质都能同步获得提升。国光公园扩建，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第9届台南彩虹游行现场吸引15000名支持者上街，这回以踢魔教尬日为主题，将曾经的攻击标签转化为骄傲的象征。今年不止在台南市政府高挂彩虹旗，市长黄伟哲更是首度出席，率人气吉祥物芋头君和蔡奇亚宣誓力挺性别平权。白色情人节被彩虹色点亮，1年1度的台南彩虹游行登场。今年迈入第9届，以天无照甲子为游行主题，现场吸引超过15000名支持者，以清凉造型展现姣好身材，希望借着游行唤起社会对同志政策的关注。我们以门神这个概念下去做设计，对，守护整个同志的那个游行这样。之前好像拿来作为一个对同性恋不友善的这个“人拿不叫踢力，踢了不叫尬技”的这句话，我们要做一个翻转，在后同婚时代，然后我们要把它提出一个疑问，就是那所以自然到底是什么？天理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家庭嘛？那家庭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想象？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受邀出席，带着吉祥物芋头君和蔡奇亚欢送游行队伍。今年游行创下多项指标性突破，除了永华市政中心挂上彩虹旗，连历史地标也纷纷披上彩虹旗，为城市增添友善色彩。台南这个台湾的第一个城市，
台南这个古都很好啊，很象征我们多元，能够在性别平权，在这个我们的人权的平权，所有的这个工作上都能够有非常非常进步的展现。那这个展现要体现在各位，也体现在各位对于许许多多的政策、许许多多的活动的一个支持。主办单位也透过一连串的性别系列讲座、60个特色摊位与议题倡议，让性别平权意识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记者周怀腾的报道。迎接329青年节，由各校精英学生组成的基隆市青年节筹备委员会，特别号召青年朋友与志工进行净滩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海洋环境。就保特瓶，还有一些就酒瓶啊之类的，还再加一些那个吧，就反正塑料类的很多，还有拖鞋。迎接329青年节，基隆市各界庆祝115年青年节筹备委员会号召青年志工结合救国团基隆市安乐区团委会与基隆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志工团队，到外木山海岸净滩，以行动实践环境永续的精神。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外木山净滩，我觉得这边的环境跟我想象中很不一样，而且垃圾也比想象中还要多很多。然后我们大部分看到的垃圾都是像保特瓶啊、瓶盖，或者是一些渔民遗弃的垃圾等等。所以我觉得大家平常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多注重环保，像是自带环保容器，然后饮料也用自带杯等等，然后减少丢入海洋的垃圾，然后还地球一个更美好的环境，然后让大家在欣赏海很漂亮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很干净的环境这样。因为很多人都随手乱丢垃圾，然后就想说来做个净滩活动，唤起大家的那个环保意识，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守护地球，永续尽一份心力。学生来参与这个活动啊，蛮有意义的那能够将海洋的垃圾清除到比较能够实作的实现爱护地球。我们进行这样的净滩活动，主要是让青年好朋友能爱护自己的家园，净化自己的家园。那这是我们3月的青年节系列活动。那未来我们还是会持续做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接下来的活动，我们会再参访市政府以及市议会，让这些青年好朋友能关注公共议题以及参与社会，进而培养他们的责任感与行动力。梦想成型，青春前行。青年朋友与志工们共清理出了近300公斤海洋垃圾，包括浮球、缆绳、保丽龙碎片、保特瓶跟各式的塑胶制品。从活动中体会到守护海洋环境的重要。透过青年节系列活动，也让青年朋友有更多的学习与成长。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为了让特教生可以提早接触工作，特教学校在桃园市特教基金会及扶轮社帮助下，在校园里开设洗车工坊，希望让特教学生透过工作接触人群，学习智力，适应未来，毕业后可以直接与工作接轨。翻它哦，如果太细的话，你就把布塞满，这样滑过去就好了。老师跟着同学们逐一指导洗车的细节工作，让特教学生们在指导下开始洗车工作。这里不是外面加油站的洗车场，而是在桃园市特教基金会及扶轮社帮助下，在桃园特教学校里开设的洗车工坊，希望借此培养他们未来能够顺利就业，衔接职场。我们桃园特教学校收的学生是智能障碍的学生，大家也知道，我们学生就是要大家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多练习。那我们希望在学生在走入社区之前，我们学校能够更贴近他们的生活，更贴近他们的就业，在学校里面把他们该指导的，比如擦车的顺序啊，比如说应该注意到礼貌啊，比如说应该怎样的服务洗车的工作，让学生在学校里面能够学习到。那我们希望能够经过这样子的学习，能够顺利跟就业职场接轨。
桃特学校里面本身就有洗车训练课程，很多孩子未来也都会到外面的洗车坊工作。在学校内就有跟外面专业机台同样的设备，可以为他们提升未来的就业竞争力。能够让我们的居民有闲暇之余经过都可以来这边洗车，让孩子们培养带着走的能力。然后在洗车的过程中，洗车、擦车还有打蜡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他们也能够体验到赚钱的不容易，也同时是帮助家庭减轻负担，然后能够减轻经济的压力，这样就是一个教育的一个本质。那也非常感谢学校的老师的指导，那让同学们能够这样子体验技职，提早体验技职教育的一个好的开始哈。那这样的那个让我们社会能够更温暖哈。那希望这样的宣传能够带给社会一个非常无限的光明，给孩子无限的一个力量。洗车工作看似简单，但同学们都要经过长时间训练跟指导才能投入作业。校园洗车坊不仅让同学们找到成就与自信，也让附近民众觉得很感动，特别来支持。现在工作实习很棒，可以学到一技之长，很开心。我觉得在学校学习这些新的洗车技能都很有趣。而且以后如果自己有车了，还可以自己洗。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从小看着小孩，就教会到孩子长大的一个孩子。对啊，然后他其实几周前就一直说学校有开放，然后你要来哦，你要来哦。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就说好，我会确认这个他告诉我的时间对不对，然后就觉得这个时间一定要过来。对。然后做公益又能够帮助孩子，会不会觉得自己蛮开心的？当然了，这个事情是很棒的事情。桃园特教学校有了专业的自动洗车机，学生们在进入职场前就能在校园实际操作跟演练，不再是到职才学习。特教学生不仅学会一技之长，更能增强自信心跟社会适应能力。桃特洗车每周一到周四上午9点半到11点固定开张，欢迎民众来多多支持。记者赖伟一报道。桃园大溪巧爱国校太阳之爱合唱团是少见的原民合唱团，曾获得全国乡土歌谣赛特优，今年更受邀前往波兰参加国际合唱团。不过团员多来自经济弱势家庭，经费仍有缺口，校方盼各界伸出援手，助孩子站上国际舞台。站上阶梯开口献唱，清亮纯净的歌声，尽管只是平常的教室练习，却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是桃园大溪乔爱国小的太阳之爱合唱团，不止连续6年在桃园市乡土歌谣比赛拿到冠军，更在去年一举拿下全国赛特优佳绩，获得前进欧洲波兰参加世界级合唱赛事的机会。然而出国比赛牵涉到机票、住宿、交通及团费，对多数来自经济弱势家庭的团员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近期我们连续6年都是桃园市的原民合唱组的冠军，孩子能够顺利拿到全国的特优第一，那当然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那也受邀请到波兰参加世界的合唱比赛。我更希望借由这一次出国的代表比赛，能够找到他们对于自己天赋跟自己能力的认可。整个弱势族群的孩子，他们要能够走出去参加世界级的比赛，会有很多的压力，包括出国的机票、团费的压力，以及可能对于环境的害怕、不适应的这个部分。那现在会比较欠缺的就是除了教育局跟我们市政府这方面的补助之外，经费上面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我们正不断的在努力当中，也希望愿意能够协助乔爱国小的社会大众，能够给我们一些支持，谢谢。桃园市议员王先莲呼吁市府教育局应持续协助向中央原民会、文化部及外交部等单位争取相关资源，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全力备战国际赛。我们桃园市的原住民合唱团一直是我在议会努力争取的一个议题。
这次我们侨爱国小能够有机会到波兰参加国际性的合唱团比赛，希望我们桃园市政府教育局努力争取相关的经费，比如我们原民会、文化部还有外交部相关的单位，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在出国的所有的经费能够有无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争取最好的成绩，为我们桃园争光。校方表示，太阳之爱合唱团成立至今已经12年，团员多是都会区原住民孩子。随着时间磨练，优美的歌声让他们开始受邀到各地表演，甚至是到马来西亚跟日本进行交流。如今，他们一路从校园唱上全国，甚至唱向国际。校方期盼社会各界能一起帮孩子圆梦，让来自都会区的原住民歌声能够真正被世界听见。我们在都会区要组成这样的一个合唱团，而拿到这么好的成绩，从2014年开办到现在，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一路非常的努力，这几年拿到很好的成绩，也希望能够将桃园的好声音能够传播到世界，让大家听见原民的美妙歌声。我们合唱团在这几年也到过马来西亚以及日本做音乐的交流。去年的12月份，我们更受到了国家图书馆阅读节的邀约去表演，以及中正纪念堂的快闪。有一个计划，就是在今年6月份，想要带我们的合唱团的小朋友到欧洲波兰去比赛。这个是世界级的合唱大赛。那目前的话呢，因为我们还在筹措旅费当中，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各方的协助，希望能够让我们桃园的好声音能够传到各世界。从桃园唱到世界，太阳之爱合唱团一步步走得不容易，如今机会就在眼前。校方期盼政府跟社会大众能够伸出援手，补足参赛经费缺口，帮助孩子站上世界舞台，为桃园、为台湾争光。这里他不到。陶艺不只用看的，还能用听的。桃园中原文创园区推出特展。剑象纹身，结合声音设计、数位科技与沉浸体验，甚至融入 ASMR 与 AI 互动，让观众看见声音的样貌。展期到5月10号，一起来看看。走进展场，一阵阵清脆的叮声与柔土的沙沙声环绕耳边。这不是普通的陶艺展，而是中原文创园区盛大登场的剑象纹身陶瓷特展。这场展览突破了以往大众对陶瓷仅限于视觉与工艺的想象，将陶瓷艺术、声音设计、数位科技与沉浸式体验进行了跨界整合。桃园市政府文化局长邱正生表示，这次的主题正是希望引导民众用全新的感官角度来体验陶艺。那么从我们第一届陶艺时光到这一届，我们用听见陶瓷这样的一个主题，可以看到我们对于陶艺的策展有不断的突破跟创新。那么这一次特别用聆听声音的方式，来在陶瓷制作过程当中，让大家用不同的面向去理解陶瓷工艺啊。那么过往我们大家对陶瓷都只是看它的成品，比较少从制作工艺的过程当中，尤其从声音切入去理解。当然这样的主题我们就需要很多的这些科技技术的这个引进，还有 AI 技术的引进，让我们这次的展览在整个观赏性、互动性各方面呢，能够更有大家让大家更能够沉浸式的去理解的这些展览的内涵。展览以沉浸包覆、静谧为叙事节奏，串联园区内的3座仓库，精心规划了听听、赏听与动听3大主题展区。在听听里，民众可以透过 ASMR 沉浸体验，听见陶艺家揉土、拉坯甚至烧窑时的真实环境声响。到了赏听，则能在静谧的空间中放慢脚步，细细品味由台湾陶瓷雕塑学会等13位陶艺家专为这次展览重新创作的17件精致作品。最后来到动听，更结合了 AI 科技与互动装置，让观众可以在陶瓷上彩绘内在心声，转换看见专属于自己的声音。
那这一次呢，分成3个展厅哦，分别是听听、赏听跟动听。那从抽象的声音到后面的赏听变成具象的作品，以及到后来的动听，每一个人可以操作，用这样子不同的一个过程跟阶段呢，让大家可以去体会到整个陶瓷的制作过程，从零到呈现最完美的作品，其实它的过程是不容易的。然后也大家可以去反哺的去思考，就是什么是事物的本质，艺术的本质。深耕陶艺30多年的理事长许明香分享，制陶过程中的每一个微笑声音，其实都承载了创作者满满的情感与劳动记忆。因为我们中原文创园区的总监尤冉琪总监，就是我们以前莺歌陶瓷博物馆的馆长，所以我们在20年前我们就已经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莺歌，以前所有的活动也都是一起办的。依照中原文创园区这次的主题，我们去重新创作，这是我们对它一种最热情，而且我们对他一种最支持的方式。他这一次有很多就是影片啊，里面不是有开窑那一瞬间的那个叮叮叮叮，他那一个又要产生的一个裂的声音的那种，发出那种裂纹的声音，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让我们做陶艺的人是一个期待。但是同时也有伤害，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裂纹裂的叮很大声，那就代表它已经拉裂了，那就完了。但是稍微的叮叮叮叮叮叮，那个是一种，就是听起来悦耳，然后又有一种喜悦的，因为它又要已经开片了嘛。这些都是我们很忽视的一个声音，但是它一直都是存在着。中原文创园区表示，除了丰富的静态与互动展览，也把陶艺的声音体验延伸到户外，推出一系列热闹的周边活动。周末还会举办结合市集的陶器野餐日，另外更有释放压力的爆包土捏泥体验、剑像、纹身特展，即日起展出至5月10日，邀请市民朋友把握周末假期，来到中原文创园区，打开耳朵，重新听见陶瓷的生命力。记者李成浩桃园采访报道。怀旧乐迷有福了，基隆市文化观光局将在4月18号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举办那些年在港边听的歌演唱会，多位殿堂级歌手将轮番登场，带您重温国台语经典旋律。欢迎粉丝一同进场，找寻美好记忆。青春梦不再做要为倒位去？漂流万里，感动也民歌教父陈鸿明老师带来多首脍炙人口的国台语金曲。基隆市文化观光局将在4月18号晚上7点半，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举办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系列活动，那些年在港边听的歌演唱会与金曲讲座，特别邀请到多位歌手艺人文香、施文彬、萧煌奇、曾心梅、靳铁章、于台烟、李丽芬献唱，搭配萧煌奇专属乐团全方位乐团担任伴奏，演绎从1930年到2000年代的国台语流行歌曲。哇！热情的掌声，由副市长率领所有的贵宾们一起打开了魔法歌本。4月18号，那些年在港边听的歌。我们地点在基隆表演艺术。那想起故乡，梦西就流落来，免看伊，请你放心，我的阿母。妈妈保重，妈妈请你保重，谢谢。记者会中，国宝歌后文香、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市议员何淑萍、民歌教父陈鸿明老师都共同宣传这场演唱会，
邀民众与粉丝来听经典好歌，也不要错过免费的金曲讲座。我非常高兴这次基隆的办了这么一场有意义的这个老中青三代的这个演唱会，让我跟这些年轻的这些艺人朋友呢，跟他们一起同台演出，这是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也很少有机会跟他们常常会碰面跟他们一起唱歌，这是我很高兴，谢谢基隆给我这个机会，谢谢。那么这个讲座会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台语的部分跟一个国语的部分。台语的部分呢，我们有王俊杰还有这个陈和平老师他们两个来做一个台语的部分。那我跟金铁章老师，我们是做一个国语跟校园民歌的部分。所以呢，欢迎基隆的乡亲们有空下午来参加我们这个金曲的讲座，感觉一下，听一下。有些歌它的过程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1930年到2000年，那刚才陈老师讲了，离别跟重逢是基隆港边的特色，很希望大家一起来听属于你那个时代的歌，在那个音乐会堂里面，大家可以产生最大的共鸣。其实从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音乐城市哦，那北台湾最好的一个基隆，我们现在希望透过很多的不同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基隆，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一个邀请，可以让更多人来基隆是1日游或是2日游，从早上来到基隆来去看我们的景点，到我们的小吃，然后在我们的音乐会，再到我们晚上的一个看妈店。我们希望这样去打造一个富有文化、艺术、音乐的一个海洋城市。我刚刚都忍不住跟着哼了起来，尤其是我以前台语不轮转，我都是学着他们的台语歌来学台语的，而且像《雨夜花》、《基隆山之恋》以及这个文夏老师所写的《妈妈掐利亚波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一起来现场聆听他们的歌声，真的棒哦！那些年在港边听的歌演唱会，3月18号晚上8点起，在 OpenTix 售票系统开始售票。基隆市民享有7折优惠，65岁以上民众跟身心障碍朋友与陪同者等对象享有5折购票优惠。基隆市文化观光局欢迎民众与粉丝踊跃购票入场，一起来支持基隆的艺文活动。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由台北市立国乐团主办的台北市传统艺术季，在3月22号登场，为期近3个月，活动共推出24套31场演出，涵盖歌、乐、舞剧等多元形式。今年迈入第39届，已成为全台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传统艺术盛会。台北市立国乐团举办记者会，宣告传艺季正式启动，由团长郑立彬领军揭开序幕，并介绍开幕音乐会亮点。关公这部9个乐章史诗级的大型作品，是由乐团推荐，于去年刚获得国家文艺奖，也是北市国这个乐季的主题作曲家卢亮辉老师的代表作之一。这次的开幕音乐会也将是这部作品首次由台湾的乐团完整演出。本届节目内容丰富，集结国内外音乐家与表演团队，包括李哲毅专场音乐会、琵琶名家之夜以及扬琴、钢琴跨界演出等亮点节目。同时，也邀请多个戏曲与器乐团队参与，透过跨界与跨国合作，打造精彩多元的艺术飨宴。除了关公之外，同场我们还将世界首演台湾旅美作曲家徐子晴博士以民间信仰文化为创作灵感的瓦杯，以及北市国与附设合唱团以近200人同台共同演绎去年刚离世的知名文学创作家黄颖老师填词，顾冠仁先生作曲的《妈祖香赞》。
此外，北市国将于6月进军欧洲3大音乐殿堂巡演，让台北之声要上国际舞台。透过一系列演出，不仅展现台湾深厚文化底蕴，也让世界看见传统艺术的创新能量，邀请民众走进剧场，共同感受传艺之美。记者李慧台北报道。菲律宾嘉美地市长丹佛蔡日前率团访问台南，并在马尼拉经文处代表协同下，正式拜会市长黄伟哲。双方针对城市互利合作展开深度会谈，期盼深化两地在经贸与文化领域的实质交流。台南市与菲律宾嘉美地市早在1980年缔结为姐妹市，至今已经迈入第46年。台南市长黄伟哲在今年1月访问菲律宾时，也曾专程拜访嘉美地市。当时因为市长出国，所以由副市长本身雷利代表接待。双方当时既表达希望进一步强化交流合作的意愿。这次嘉美地市长丹佛亲自率团回访台南，也象征两市互动更加密切。上次我在前去菲律宾参加阿克兰省的活动的时候，很有这个荣幸在马来亚见了副市长以及副检察总长。那我们就心里面我一直期待说，我们已经延续了46年的这个情谊，能够有更多更具体的方式，能够拓展这个友谊。那我想今天这个场合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所以欢迎各位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待会儿我们可以一直可以持续的讨论如何加强彼此的情谊，包括我们的学生互访以及更多的工业跟商业的合作。 We are truly thankful for the invitation to visit your beautiful city an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avite City and Tainan City as sister cities. For your warm welcome and hospitality, we look forward for building an even stronger partnership between our cities in the years ahead. 会谈中，双方针对历史文化、学生交换以及工商业合作等面向交换意见。访问团一行10多人，也前往关庙区的大雅电缆公司参访，并听取企业简报。丹佛市长对于绿电产业发展表现出了高度兴趣。Can you show us more of the photos of your fishery and solar project? We're really interested to see how you installed your solar panels on top of the fishery or the ponds. 嘉美地市位于菲律宾嘉美地省，过去曾是该省省会，也是台南市在菲律宾缔结的第一个姐妹城市。今年1月，双方更签署增进姐妹市情谊了解备忘录。透过姐妹市互访交流，不仅加深了城市之间的友谊，也为产业与文化合作开启了更多可能。台南与嘉美地市的互动，持续为城市外交再添新成果。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许曼珍，我们再会。